第23日，砍斷繩索，唔好讓昨天定義你嘅明天。每一個民族、每一個家庭，以至每一個個人，都有佢哋嘅苦難史。問題係我哋點樣去看待呢一啲受苦嘅經歷？係將佢緊緊握住唔放啊，係將佢埋喺沙堆裏邊當冇發生過，定係將呢段歷史同後輩娓娓道來，成為警世良言呢？以色列嘅朝聖者又係點樣詠唱民族嘅苦難史？詩篇129篇，讓我哋一齊嚟聽。願以色列說：從我幼年以來，敵人就多次苦害我；從我幼年以來，敵人雖然多次苦害我，卻沒有勝過我。他們好像犁田的人犁在我的背上，所犁的溝甚長。但耶和華是公義的，他砍斷了惡人的繩索。呢一幅或許係成個上行之詩旅程裏邊最讓人覺得痛楚嘅意象。詩人形容受苦嘅經歷，就好似有人喺佢嘅背上犁田一樣，唔係輕微嘅擦傷，唔係皮開肉綻嘅鞭打，而係一個農夫用鋤頭好深咁樣鋤落個地裏邊，再翻出鮮紅色嘅土壤，拉出一條一條長長嘅溝壑。對於以色列民族嚟講，呢個係喺埃及為奴、被擄到巴比倫兩段歷史嘅記憶。對於我哋，呢個係我哋生命裏邊嗰啲被踐踏、被羞辱嘅時刻。我哋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啲泥溝，嗰啲傷害喺心靈留下嘅溝壑又深又長，甚至定義咗我哋對自己嘅一啲睇法。但係詩人冇停留喺自憐裏邊，成首詩篇嘅重點唔在於痛，而在於一個強而有力嘅轉折詞，卻。從我幼年以來，敵人雖然多次苦害我，卻沒有勝過我。呢一首唔係淨係一首哀歌，而係一首得勝嘅凱歌。你望下我隻背脊，周圍都係傷痕，但係你望下我仲活着，而且我仲喺度向高處行緊。呢個係成首詩篇嘅核心。你望下你自己，儘管過去嗰啲人嗰啲事喺你身上留低咗傷痕，但係你仍然活着，你仍然行緊呢條朝聖之路，你仍然經歷上帝嘅醫治，你仍然聽緊2026年嘅預苦期默想。證明咗啲乜嘢？
證明咗上帝賦予你嘅生命韌性大過仇敵嘅破壞力。傷痕唔係羞恥，而係你冇被勝過嘅勳章。咁樣痛苦如何止息呢？詩人話：耶和華是公義的，他砍斷了惡人的繩索。喺農耕裏邊，鋤頭之所以能夠持續傷人，係因為有繩索連接住牲畜同埋犁具。神所做嘅就係揮動公義嘅大斧，嚓一聲斬斷咗嗰一條控制嘅繩，連結斷咗個犁頭就停咗㗎喇。親愛嘅朝聖者，雖然嘅過去嘅記憶仲喺度，但係嗰個人嗰件事唔再擁有傷害你嘅權力㗎喇。今日我想同你進行一次斬斷繩索嘅禱告。請你閉上眼睛，回想一件過去讓你深受傷害嘅事情。如果你已經諗到，我邀請你同我一齊讀出以下嘅禱文。公義嘅主，你看見了我背上嗰啲長長嘅犁溝，你知道嗰啲我唔願意回想起嘅痛，但感謝你，你冇讓黑暗將我完全吞噬。我今日仍然能聽到呢篇信息，就係你同在嘅明證。求你揮動嗰個公義嘅斧頭，徹底斬斷我同過去傷害之間嘅連結。我唔願意再被呢啲繩索牽引住，嗰件事已經完咗㗎喇。佢唔能夠再控制我嘅今日，亦都唔能夠定義我嘅未來。我傷痕累累嘅背脊，要再次為到你嘅緣故而站立，見證你嘅榮耀。禱告祈求
奉耶穌基督聖名，阿門。親愛嘅朝聖者，我哋承認痛苦係真實嘅，我唔扮冇嘢，但我哋宣告痛苦唔係終局。加油啊！聽日我哋繼續拾級而上，向高處行。